再来看台北市公馆的宽啊，常常有车祸。台北市政府决定讲要拆掉，也毋过才有一个地下公车的专用道，市政府目前嘛拍算要甲伊废掉。按算6月28特别动工，互地方是真反弹。因地方真烦恼讲未来公车改驶伫边面车道，塞车会愈严重。台北市外苗品雅嘛发起联署，呼吁讲着爱有配套，取得地方的共识才是讲。车顶啊，汽机车做伙向前行。台北市公馆圆环啊，是台北市往来新北新店、甲中永和去卡道真重要的交通关键。但是因为动线复杂、车流小夹，连续7年是调数第1名的热区。台北市府已经决定拆掉，原底是6月底要动工。但是5月底的地区说明会，质疑的声音不断，目前继续收集意见。我觉得公车站还是要保留畅通会比较好，就是地下道的部分。前面说可能那边路口会比较乱啊，更乱啊。施工是一定很拥挤啊，可能就变成地狱啊。交工处指出讲，过去针对基隆路、甲罗斯福这路口进行车流模拟的分析，以屯边地下道的方案是车流效率上好，并且已经真侪届会勘确定会用的。目前规划公车专用道刷去路面，同款保留专用路权。但是互相北个民代质疑讲规划老草，路权团体佫直接讲，原底行地下的50几路公车全部救到平面，做伙塞车等车红灯，大大降低大众运输使用的效率。如果他们依然不愿意说寻求除了填平地下道以外的方案，那其实就是在便宜行事啊！你必须要让人还可以以最方便直接的方式来去做穿越。我们目前是规划是要填平啊，还是有一些那个施工跟交通的细节哈，还会再做确认。台北市交工处坦白讲，在地方说明会当中，各方对封地下公车专用道疑虑真大，会继续汇集各方意见。若施工期的交通黑暗期，新工处要相关的交通维持的计划。高市新闻采访报道。